好，咱所有的记者朋友，大家够早吼，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早起的这个台语认证的记者会吼。爱地球救族语为参加全民台语认证开始，这是咱今年这届台语认证的一个口号吼。有人讲是安怎，咱会得爱地球救族语因为呢，就亲像咱这个海沟顶头这只北极熊安尼就讲咱即摆地球呢，这生态受到破坏。北极熊强要死了呀咧，强要断种去啊咧，除了这个生态受破坏之外，咱的文化其实嘛是拢受到破坏咱的语言，无论台语，无论客语，无论原住民的族语呢，嘛拢强要消失断种去啊。尤其譬如讲像咱台人，这个时代呀，剩无几个人会晓讲部分的话呢，这嘛是真可惜的一件代志。所以呢，咱希望大家爱地球、救族语，为参加全民台语认证开始。也就是讲，为上简单的，咱会晓的、上基本的，无咱就来参加一个台语认证。当然，若样客语的人，就来参加一个客语认证。像会晓原住民话的人，就来参加一个原住民话的认证，来了解家己的这个族语呢，已经消失到什么程度啊？若种有真严重的消失的情形，咱就要赶紧搁甲传承落去。若种讲拢保持了袂歹，咱马上甲家己拍一个鼓仔来鼓励一下吼。咱这个全民台语认证呢，开办到这呢已经嘛3档的时间啦咱今年呢真特别咱全民台语认证呢，除了同款有国内场，嘛有国外场之外呢，咱国内呢，咱今年佫有新增加着中小学生的台语认证这嘛是全台湾第一届正式来办理中小学生的台语认证。